我10几年前拍花絮的《欢喜来到店》，规出内底160集拢是伊的衫，拢总伊的衫。拢这间，嘿，从我今日穿这书嘛是，嘛是因对的。因的哦，今年才有7、8年啊。你看伊的质量其实是足好的，对啊，有水啦吼， 7、8年啊，像新的共款。啊袂用的哦。你聊我再问一下无，我再问一嘿，下，你问，真正爱偌济钱？我会记你千几块度啊。千几块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间呢，算5分埔内底，价位稍微较悬一点点嘛。中不过中上你摕你外口都唔拿这个钱啦。要去5分埔买物件的人，一个规矩你爱共守。哦，这人的规矩，就敢若例如你拄仔讲会使画价 ，no， 袂用的。来，无刺青，吼，无替换，其实嘛无讲价。你捌看头家去刺青人客的衫吗？你是匹克，你哪会使刺青？你刺青你就露馅了。抑过讲较歹听的啦，咱毋若吼无摕号码，无红钱，咱搁共刺青。你去讲刺青？是历我讲年哦，我足惊我要等下我明仔载都要录影啊，要穿啊，啊万不离穿袂落要安那？伊讲好啦，你知我去倒刺青无？对对，这是咪柜台？哎，我徛咧柜台后壁，然后在那边脱裤子。你就是伫咧店员的下骹刺青就对了。我头露出来，但下半身在穿。